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这是台南的新市，这个旱季是种100公顷左右。讲最近的天气，连咪寒啊，连咪热，旱季拢闭开，农民是损失惨重。已经通报到农委会启动相关的机制，要协助农民，把这个灾害降到上低。 台南新市大营甲大社两里种旱季面积差不多有100公顷，而且农民拢是以客作为主。最近因为有时寒有时热，旱季煞会变，损失惨重，农友是要靠无目屎。迄种7、80岁农民呢，迄种80外岁啊吼，所以吼嘛足艰苦啦。 新市区长谭乃婷嘛到现场去关心，同时通报市政府协助处理，来减少农民的损失。啊，今年拢无栽毛豆，因为日本吼无要用毛豆啊，最近啊吼，因为疫情的关系无进口毛豆，啊，所以吼，拢大家拢改种旱季，啊，是种种，去年一倍以上啊。 台湾旱季产业策略联盟嘛特别到现场去关心，并且表示讲，伫昆林地区伫尾期收成时，同款受到寒流的影响嘛有变。咱台南即摆拄啊是咱的上大量的产量的时阵，伫咱新市、新化，这样是大产区。农友初步估计，本来1分地差不多会使出5栋，不过今年收成差不多2栋半尔，种无够本，所以讲农友希望政府会使斗3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